国立传统艺术中心逐年举办的戏剧梦工场活动，主要是把传统戏剧变出新的模样。今年的戏剧梦工场有布袋戏京剧等6个剧团，加入着灯光科技、现代技艺这款创新元素，和戏剧有视觉拍出的模样，也希望讲会当吸引到无工作群的观众。爱车在哪里？随我来。哪人会发光的布袋戏红仔，哪伫表演场四界走，甲传统布袋戏无同，艺术是拢看现现。真快乐掌中剧团跳脱传统，甲布袋戏台提调，搭配灯光，展现布袋戏全新的表演形式。光这个元素变成演出的一个部分，可能舞台阮会用镭射光来做舞台。总讲，阮来伫演出的时阵，即对红仔某乌乌暗暗踮地角内底，看无边，亲无底。咱会使讲，伊本身会使发光的话，安尼是毋是讲，咱规个剧场内底就是纯地角共款？剧团表示，因希望新的表演方式，通互观众看见传统戏剧的改变。那真快乐掌中剧团今年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戏剧梦工场活动，有6个剧团甲传统戏剧结合现代元素，加做真有实验性质的戏出。跨系种的共生，到后来跨科技的共生，甚至是自我创意想象的共生，也就是未来新议题的共生。所以整个的戏曲共生，它是很多元的风貌。戏曲事实上原本就不只发生在剧场里面，它事实上在不管是在这个台湾的传统当中，其实在各式各样的场域都曾经发生过。制片人王俊干讲，戏剧店古早通伫室内戏院演出，也通伫户外野台搬，有真侪多元的模样。但是这几年民众对戏剧的想象，拢掉伫咧传统戏院内底，因望甲戏剧多元的面貌找到转来，打破传统想象的界线，互戏剧通继续千变万化，继续发展。记者讲李永凯台北报道。